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9月21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伫这个月就发生2件疑似有猫仔去互人挂篮后的事件。对此，议员林彦竹、林美燕上午联合着爱心人士做伙召开记者会，要求动保处甲警察单位彻底追查，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个月，伫北区自强街甲中西区进行过拢出现流浪猫仔被挂篮后的案件。事发以后，有爱猫仔的人士向派出所报案，但是疑似被员警拒绝受理。对此，议员林彦竹、林美燕欢乐现在有人杀猫仔，未来是不是会杀人？要求市府彻底追查。假如有这种人是这样割猫的喉咙、割狗的喉咙，那未来会不会割人？这延伸到治安的问题嘛，我认为是事实啊。所以说，警察也务必要知道这件事情。你们接了案件，势必要把这个案了解，然后也应该要调阅监视器。你会杀猫，会杀狗，你敢保证他未来不会连警察都杀吗？我们永康就被割喉了啊，那是不是有这种人割完人的喉，然后现在人没办法割，去割猫跟割狗？虽然在第一时间我们没有抓到凶手，但是我想要从旁边的一些佐证，我们去找那个真的犯案的凶手，我想应该不会很困难嘛。因为很多是有这些的监视器，还有从旁边的一些人的协助上面，我想在第一时间，如果我们相关单位听到声音的时候，能够采取主动而且积极的态度去做的话，我想就可能也当成凶手了。啊，显然到现在还像一个就是罗生门一样，没看到，然后嘛没看到影，嘛没听到声啦。针对员警拒绝受理案件的部分，派出所调出录音大澄清，强调有通报动保处进行处理。当场同事了解案情之后，大概在5点30分左右的时候，就有拨打2965945这一支24小时服务专线到动保处的专线电话，然后请教怎么处理。那因为同事可能在转介，可能就是不是很清楚，那直接把电话给当事人吴小姐，直接跟动保处的人对话。那对完话之后，他留了电话之后，就自行离开派出所。当初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专案经过调阅事发当时的路口监视器，也无发现有可疑的人车。不过，议员要求警方扩大清查，唔通互太鸟的凶手逍遥法外。台新闻记者何小邦采访报道。现任社团法人李登辉民主协会理事长，嘛是前市长张灿宏。以往所写的册，拢是发表伊对台湾民主政治的看法甲观点。这届伊阁推出新的作品，对话到共识，你我共同的台湾，要用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台湾目前的问题，嘛希望借由这本册引发大家共识。现任社团法人李登辉民主协会理事长，也是前市长的张灿宏，这次又阁推出伊的新册，为对话到共识，你我共同的台湾。册内容主要要传达台湾为威权到民主时代的演变，并且用经济的角度来探讨现在的台湾。所以我想，伫民主社会意见无共款，足正常的，这不值得大惊小怪。真倒爱讲。会当理性讨论，啊，若无共款的互相尊重，理性来找个 solution。啊，甚至呢，若有共款的，嘛会当合作的。啊，咱即摆政党会使讲，敢若对抗尔啦。竞争合作会使讲中有拢无啦，吼。啊，竞争当然选举有，所以一个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会使讲竞选是咧竞争，啊，竞争了选举了，变成合作的开始。徛伫台湾的高度，徛伫伊个国家的高度，大家为着安尼个，毋是咧共党的利益尔。
张灿宏强调，一张选票并未当代表民主，尤其现在政党政治为着选票造成恶斗，并不是民主的意义。伊希望民主的社会在以民意为本的基础之下，各政党也是想法无同的人，会当产生一寡共识。政党不是恶斗，政党应该大家为着台湾人民，站在台湾的高度，大家竞争。甚至共款的大家合作，为着台湾来做，但是你认为总统也是注定讲，这不是讲尔啦，爱实践哲学啦，爱来做，来做。我想我写一本从对立到对话，大概一般人拢会接受啦。即摆步到第二阶段好，即摆要对话变成共识，大家共同为着台湾来做，可能我这本册最大的目的是这啦。所来两场的新册发表会，预计10月份分别伫台北、甲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举办，欢迎各界的朋友会当到场参与支持。台新闻正山何乔邦采访报道。为着要为了幼教老师的辛劳，台南市幼教协会伫咧每一档教师节来临进前，拢会举办幼铎奖颁奖典礼。经过2阶段的评审，今年幼铎奖得主上午出炉，3位服务幼儿园年资拢超过20档，其中吴雅珍佮长期担任幼教班的老师，平常时付出相当辛苦。由台南市幼教协会主办的幼铎奖颁奖活动，经过2阶段的评选，上午选出3位幼铎奖的得主。分别是吴雅珍、林佩颖、甲潘琪儿，3位年资拢超过20档以上。其中吴雅珍长期担任特殊教育，佮长达12档。平常时甲小朋友互动，虽然爱加用一寡心，但是看到小朋友成长，家己也收获满满。这次很荣幸能荣获这个幼铎奖。那在这个在这幼教环境里面，现在小朋友上课其实还蛮难教的，因为小朋友少子化，那小朋友要教育他们，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跟心力。像班上小朋友，其实对特教的小朋友都还会对他们还蛮好的，小朋友会带小朋友，不会说他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就不会去跟他玩。小朋友还是会跟着，可能他不会，小朋友都会带着，会跟着一起他教他，不会说不理他这样，所以其实小朋友都还蛮融入这个环境里面。幼教协会理事长李淑玲表示，每一档伫教师节进前举办选拔表扬，主要嘛是要予幼教老师一种鼓励。幼教老师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繁琐。那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基于为了鼓励还有肯定老师平常他们教学认真奉献，所以说呢，每年在我们的教师节前夕举办一个表扬大会的活动。那我们今年呢，也很高兴，我们有3位幼铎奖的得主以及31位优良幼教师的一个入选。然后呢，在这边呢，也要非常恭喜我们这几位得奖的老师们，你们真的是辛苦了，你们的付出真的是令人感动，你们的奉献也是令人肯定。今年幼教协会颁奖表扬将伫24号上午伫咱门路娱乐中心举行。除了3位幼铎奖的得主以外，同时也有31位优良教师接受表扬。欢迎市民踊跃出席表扬大会，为这群辛苦幼儿园教师加油打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行政院所公布，今年度第2届药师国考成绩，嘉南药理大学创下高达77%的考取比率，而且全国第1名甲第3名拢是该校学生。校长表示，这款的好成绩证明了嘉南药理大学伫咧药理专业科目的教学用了侪心思。以药学系知名的嘉南药理大学，今年再次创下药师国考录取率77%的好成绩，
甚至其中包办了全国第1名甲第3名，让学校非常骄傲。上午校长亲自为2位学生颁奖，也感谢药学系老师的用心。我们学校在师资非常的健全那么老师们的上课也都非常努力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因素。同时他们在学校的一些课程安排、实验课，乃至于各位可以看一看我们学校的校园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的生活环境。那么对于学生来讲，他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都予以倾听、重视，同时竭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学生。考出全国第1名的学生尤雅茹表示，好成绩除了爱感谢老师辛苦的教导，家己这4年来专心投入课业，用心写笔记，也时常甲同学互相勉励，才会当拍好基础。然后听完之后，就是回家大概看一次，因为我们学校的小考跟期中、期末考蛮多的，所以就是那一个学习，就是你真的很充分可以学习到。那之后就是因为可能会忘记吧，所以我自己有报名补习班，就是帮我自己增加那个熟悉感，就是因为老师一直提，就是讲一样的事情，就是比较容易增加熟悉感。那最后1个月的时候就是整合，就是我就会印一些题目来做，然后就是开始各科就是都再把它看过一遍。那我看的是习惯，因为我大学4年我都有习惯自己做笔记，所以我觉得，因为如果剩1个月嘛，如果你再看那种参考书或什么，就已经就是太多了，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不懂的在哪里。所以我那时候是习惯就是看自己的笔记，然后就是把老师的笔记再看过一遍。第一老师随时替换上新的医的知识，以及学校开设国考辅导班，加强专业，让学生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因此，嘉南药理大学才会当交出这么水气的国考成绩单。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敢若铁路刷向东平，就将近4档的争议。对民国98年协定以来，延了7档。总算伫咧105年8月份，内政部都委会审查通过，嘛代表正式启动土地征收程序。对于台南人来讲，这是市民向中央订正20多档的成果，嘛是跨党派的共识。好不容易定案的国家建设，因煞的徛家应该早就有心理准备，要来共同迎接城市发展进步的重大指标。现在回顾这段历程，确实相当心酸，因为台南火车站位伫市中心，铁路经过拄好将市区切做东西2边。伫地路程当中，就有9处边高道、8处地下道、甲3处绿桥、2处铁路桥涵，不仅影响交通，车祸事故不断，嘛阻碍了都市发展。可惜的是，铁路地下化因为经费庞大，一直以来只成为政治舞台口号而已。关系合并以后，接下执行重大的市场赖清德，根据行政院版本，就是要伫现在铁基路东边，以明澳覆盖工法做永久的铁基路，将全长8.23公里的铁路全面地下化。那伊的工法呢，就是伫咧现有铁路的东边。直接平挖落了后，将铁基路抬落扛起来，一步切换到位就对了。这是98年9月份，行政院议长刘兆玄刘院长核定的经所有铁路地下化的这个政策。所以呢，咱会当了解，根据行政院所决定的政策。未来，无论是现有铁基路的路地，也是甲市民征收的土地，拢完全作为道路使用。关埔各界欢喜迎接的心情，自从铁工局来台南公告工程路线以后，这民众伫知影厝要被拆，内心相当不安，所以成立自救会走上街头，南北奔波，表达诉求。面对拆迁户的心情，市府完全体会，就不断沟通协调。
2012年10月，市长赖清德答应县多市计划公听会听书暂缓执行，邀请大学院校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自救会代表召开公听技术论坛，专题网络直播，希望公开透明来看行政院版本的公法敢是最佳方案。结果可能安全、必要性加公益性，同时对住户有利的专业评估，也是需要继续推动行政院版本。县主市的版本，我真负责任甲大家报告。行政院版本、自救会提出来版本，也是社会人士提出来版本，咱拢有请教专家学者，市政府阮也有比较过。县主市行政的版本，相对来讲是较好的版本。在市府尽力协调同时，想要到受标的大埔事件拖累有外力介入，甚至无误。市长赖清德再次亲上第一线，甲住户沟通，提出意见。其中上界要紧，就是澄清征收土地是完全用地道路建设，无财团介入，更无利益分配。当然，对着小老百姓来讲，公法问题因毋捌。唯一的诉求就是卖拆因的厝，上好是经营卖征收。加上自救会推出临时铁基路的替代方案，不过经过专家评估，不止交通冲击愈大，甚至铁道面体面积愈宽。都话叫嘛表示，敢若牵涉路桥、桥墩的铁道甲路面长达7档的工程黑暗期一比较起来，会当一摆到位的行政院版本也是省时省工。我们自救会的这些市民提出的这个临时轨方案实际上我们马上看到，它会在这个位置先制作这个平面的这个临时轨让现在台铁可以在平面上来执行通行但是我们看后面的这个路桥下它这个临时轨位置就马上碰到这个中华路桥的桥墩所以这个桥墩可能势必就要马上做一些处理那我们知道，因为临时轨的部分一定要等这个铁路地下化工程大概长达7年的这个工期完成之后临时轨才能挪到这个永久轨地下去所以有关这部分的这个桥墩还有一些它改善的一些设施势必7年之后还要再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处理的一些动作所以目前行政院版本是直接下地同步处理桥墩的部分但是临时轨部分它除了这个马上要碰到桥墩的问题以外整个这个地下化工程完工之后临时轨还要搬回去所以它是2次的施工，桥墩也是2次的施工所以这个是2个方案里面这个其中的一项这个差别。面对铁路电化等等塔台压力加困难，甚至市长嘛坦承是从前以来上大的挑战。不过无论如何，市府一定会推动完成这项重大建设，善尽沟通协调加照顾铁线和责任。电新闻管制郭博义专题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盆栽协会第8届第2次展览，今日上午伫咧土城正统六里门圣母庙开办开幕展，邀请侪侪贵宾、民意代表共同剪彩，场面盛大。原本中秋节要开幕剪彩，台南市盆栽协会年度大展，因为风台关系，延到21号上午举行开幕展。
现场邀请侪侪贵宾、民意代表以及各友会共同剪彩，场面盛大。今年参展作品总共分做7个科，各自选出前3名，总冠军由一件小品来夺得。这边阮台南市盆栽协会的展览的内容会当讲非常的丰富，有分7科，有超大片的，个迄个中片的，个小片啊，个花果。个创意，个时事，每一科的内容拢非常的丰富。这抓总冠军由迄个小片仔成组的得，而且有个大片仔嘛拢非常无简单。伊迄拢可能拢每一张拢是50-60担的老树，这是经过大师傅安尼，逐工咧忙安尼用，会当讲非常的不容易，安尼。活动主委宋俊明也表示，这届集结所有会员作品展览，现场将近100盆大小盆栽，每一盆拢是经过几60档用心的照顾，互人看了心情真轻松。有时啊，透早开来看到一丛遮水的盆栽，有时啊会当让咱的心情甲迄落大家无共。而且咱也遮个参加展览遮个管理了。盆栽的失败家感恩，遮侪盆栽，这拢有4命的，结果有法度互大家遮个先前安尼家雕甲迄落栩栩如生安尼，雕甲遮尔有艺术感，这非常的足大的高兴啊！这届盆栽展览活动为即马开始，一直到9月26号为止，欢迎介意盆栽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曾经是台南流行产业中心的中正商圈，随着时代变迁，即马已经渐渐衰退。因此，店家开始思考新的发展可能性。因为要考量结合周边海岸路艺术街道，所以调向新的展览艺术空间为方向。首场展出在地知名稻草人舞团的点映作品。要甲在地民众有较侪互动甲对话。稻草人舞团伫咧曾经是流行中心的今日地下街布展，并且表演，互人更加会当感受到时代推进之下人事物的变化无常。这个新的艺文空间。首场展出引动生物的现代舞创作展，同时现场也有互动作品，互民众会当透过万花筒，以无同款的角度观看迷人的舞蹈影片。那这一次的展览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在今日戏院的下面精品街做这样的一个呈现。那其实我们就接收了一些戏院电影这样的元素的那个概念呢，然后去转换成舞蹈这样子的一个作品。那所以我们其实用了，比如说像电影的胶卷、电影海报这样子一个形式的呈现之外呢，然后我们里面后面呢会有这个16张的舞蹈的连续动作，然后对应着他们这个戏院原本的这样子的一个老照片的这样子一个呈现呢，仿佛舞者好像就在我们的身边做舞蹈，然后或者说好像我们回到了过往这个戏院还存在的时候，他在戏院前面做舞蹈的这样的画面去做呈现。那中间呢，我们有3个我们称之为窥视箱，那里面是由我们艺术总监罗文景他3个代表性的舞蹈作品的影片。那我是用那个万花筒的方式，那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窥看，但是在窥看的过程中呢，我们设计了你可以是平视，然后你可以往上看，然后也可以往下看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觉的动态呢，让你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在这个空间里面也有一些变化，来去感受这个现代舞编创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是跟生活、跟周遭的一些事件啊、跟空间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的连结。现场也有侪较早年代所留落来的手画海报相片，互来参观的民众会当回想起以往迄个年代记忆。现在我站的这个地方，以前有一家戏院叫大前城戏院，你看到之前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背景，就是它之前的一个外观，那实在好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不过我们现在没关系，我们透过一种文化的一种力量，把它重新
塑造一种新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老戏院风华再现的一个景象，给观众们重新做一个认识。对以前那不晓得的一个失去的一个电影文化、艺术文化、戏剧文化的一些这个记忆，把它找回来。将地下街转化成为艺文空间，未来也将替现代艺术增加更加侪创意，记录过往的美好经验，丰富台南的文化情感。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目前针对冠状动脉疾病的手术，包括有气球扩张整形术、非涂药甲涂药性支架放置这3种手术，分别有无同款的优点、缺点甲适合做的状况。透过报道，带大家做伙来了解。针对冠状动脉疾病的治疗，过去大部分拢是采用血栓溶解剂改善。不过，自从有心得讲介入手术以后，病人的死亡率是大大降低。在心导管介入之前，我们的这个血管的那个状况，比如说发生急性心肌梗塞，它的死亡率，比如说它是最严重的叫心因性休克，它死亡率统计上是80%到100%这样子。那现在借由这个介入术的，可以早一点把血管打通，让心脏受伤停止，甚至说减少的话，它可以大概降1半左右。心得讲介入手术包括有气球扩张整形术以及装支架，不过经由气球扩张整形术会更会在狭窄率偏高，只适合用伫小血管的病变，所以缺点较侪。因此，医师建议会当利用血管支架将病变的所在更好开，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支架发展大概这20年以来，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的气球血管扩张术，它的再狭窄率偏高。所以之前很多病人三条血管的问题，你用气球帮他撑一撑，他很快又要再回来，因为狭心症的关系又要再回来处理。所以说那时候就会20年前大概就是气球扩张术不行的时候，就会建议病人去开刀。那现在支架已经进展到这个程度，大概现在心血管疾病、冠状动脉疾病基本上要开刀的比例，现在大概就只有5%而已，这样子，就是大部分都可以用我们心脏内科的方式放支架去做处理。那涂药性支架是大概这10年以来的发展，它是支架里面又放了一些药物，可以让这个再狭窄率再降低。不过，医师强调，在手术过后，上重要的是针对慢性病的控制、改分以及健康的饮食甲规律的运动，才会当减少血管再次塌掉的机会。台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有时好天，温度26度至31度，落雨几率无。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9月2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